即阵仔，这网络有正多元的台语影片，伫鹿港呢受团体来办课程，教民众来翕台语的短影片，了解地方的文化，毋但会当行销在地特色，嘛达到这推广台语的目的。摕手机录影，访问店头家是安怎落地啊？伫鹿港是讲通几啊？中华鹿港有地方创新团体办课程，教民众用台语翕影片，了解地方，相袂少对台语甲地方文化有兴趣的少年辈来参加。我对台语嘛是有一份感情。这门课老师就是教阮讲要安怎用短影片来创作，在这届的机会来去甲这的故事甲传落去。本身就对地方也有文化创新就有兴趣的，所以来遮有学习到足侪物件，甲未来有找头路就有关系。我是彰化人，点解伫个台中咧做工课，有淡薄仔想要回去家己的家乡，所以看到这个工作坊，想要来遮听大家分享。网络影片的收看习惯一直在改变，即阵1分钟左右的短影音进行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短短时间内要安怎成人目，影片的内容节奏就真要紧，尤其若用地方文化做主题，台语就是真重要的传播媒介。咱时间可能上长是1分钟尔，要咱这个这长的故事用1分钟的时间来讲得了，这是嘛是一个真困难真有挑战的所在。进前的产业调查的时阵，因为咱访问拢是看老文的老前辈，因咧传达这种故事的时阵，拢是用台语甲咱讲的，所以感觉第一部分是因为这故事拢发生伫在地，背后就看智慧拢是用台语咧传承的，所以阮感觉用台语较会当原本的艺术来表达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因咧做地方文化调查的时阵，发现有不少基岛拢是用台语咧传承，所以特别安排用全台语落去教课甲翕影片，除了互民众了解目前网络短影片的趋势，透过影片行销地方文化，嘛达到推广台语的目的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